早晨，早晨，嚟到通遼市博物館。上一次嚟咧就係5月份，又係星期二，今日又係星期二。上次嚟到咧就因為5·1假期調休，所以嚟到冇得入。咁今次經過通遼，都要入嚟打下卡，睇下有咩睇。好，參觀完畢，走人啦。咁通遼博物館咧，其實都值得參觀嘅。咁裏邊介紹得好清楚，整個通遼地區嘅歷史，由石器時代一路講到現在，好清楚嘅。咁如果有興趣歷史嘅咧，又路過通遼可以嚟睇睇，唔錯。咁冇興趣歷史嘅咧，可能就會覺得悶。我哋又比較喜歡睇歷史，咁所以就覺得啱睇。嚟到呢個叫做西拉木倫公園，由公園咧可以行過去大樂林寺，過到嚟大樂林寺呢度咧就免停車場、免門票，什麼都免。咁入嚟咧禮下佛，做返啲功德。可以嚟轉下經筒。呢度藥師殿，呢邊大雄寶殿，呢度就係天王殿。穿過天王殿，行過去大雄寶殿。上次嚟到呢就啱啱做法會，咁冇得入去參觀，咁今次就可以入去參觀啦。都係藏傳佛教啊！行完大雄寶殿，再行呢個觀音菩薩殿。離開大樂林寺，前往白城，路經全國綠色食品原料標準化生產基地。龍科院，呢就係玉米，呢就係螺螄粉，玉米澱粉啊！我哋又入去睇一睇，我哋好奇心重，最中意嚟睇下呢啲農田。真粟米嚟嘅，我以為假嘅添，放晒喺度。原來啲根係咁樣嘅，我哋都唔識啊。我行過去望下先。呢啲收割機啊！哇，佢哋啲沙土地嚟喎，唔係泥喎，沙土嚟嘅喎，沙土嚟嘅喎。一堆一堆咁擺度，示範俾大家睇。我都未乾得透啊！呢啲仲有少少腍腍地。哇！第一次近距離。中玉303。呢啲就喺田裏邊嘅乾緊。啲根全部生晒喺上邊嘅喎。哇！一排一排。
速咧，一路都見到呢啲田，估佢咧都係啲稻田嚟嘅。嚟到百盛，哇！又忍唔住，又停車落嚟睇下，估唔到真係大米。都應該差唔多可以採收啦，不過田下邊仲有水嘅，應該未成熟，仲要等。啲田乾晒咧，咁啊可以收得。全部都係大米，東北糧倉。我哋嚟到百盛，百盛應該係屬於東北嘅，應該屬於吉林。百盛咧就啱啱喺三省嘅交界處，就係吉林、黑龍江同埋內蒙古。百盛，聽都未聽過嘅城市，居然會嚟到百盛。